郑伟的切入小球再送给吴岱豪，轻轻的放进，重重的跳起，轻轻的放下，吴岱豪。这个球给的时间上也刚刚的好。再把球员要到就能来起飞，水动。这个球其实从防守端的肖胜义先积极的去围堵了这个 Jack。远距离的转移交到底线 ，wide open， 挺好的关键的一球，这一球非常关键。出现失误 ，Brandon Dawson 带球过来，这篮筐，新竹体育馆坐不住了，新竹工程师超前比数。林明义，带出高级动作，哇，拉杆小狮王飞进来。都把比较矮个子，但是得分能力比较强的洋将给换上来。开后门 ，Hampton 左手暴扣，对。志杰想要deny不过岱豪这一球跟 Hampton 受到干扰了这个球。塔比的高度放在篮下，还是有一定的Thank you very much。李佳瑞迫降在勇士。高国豪这个球给的也非常漂亮，哇！李佳瑞这个球从弱边往中路去做到跟随。今天双方都打得不太顺，林书伟的外线也偏了，不过 Garcia 抓到进攻篮板，给到跟上了塞瑟夫，再来一国单节第3个。I'm here。就是希望所有的球迷都穿国子衬衫。哇，林明义这个动作漂亮！哇，这个摆脱防守者之后，后撤步的3分球，林明义。陈立焕，篮底下刀子，单手直接把球给塞了回去。对，我们看这一球，当事人说好，你不给我，我就自己把它弄进去。是。所以相信也是卖得非常好。哇，前面刀子要来修开了。哇！右手大车轮，哇，这个的机会是非常的大。哇，前面又要来了吗？刀子的下三机会，哇，一只手并2只手的双手背扣，新主线还一起。再来看一次，刀神超截之后，哇，这个起飞的距离、弹跳的高度。